因为这件话，宜兰县的人口连续2档拢无到45万人，等于是呼吁县政府应该比照外县市来补助25岁到45岁的女性冷冻卵子来提升生育率哦。县政府是还未正式来回应。伊使用阴道超音波看妇人内巢的位置，在超音波的辅助之下，用射针去到内巢，把液体吸出来，了后再用显微镜找到卵子，这就是做冷冻卵子的流程。生殖这方面的这个专家，他们都大力的提倡，对于这个妇女，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很早就生育的话，他们要延后他们生育的年龄的话。他们要晚婚的话，可以考虑在年轻的时候做一个冻卵的这样的一个治疗。医师建议，30岁了后的妇人人生育的能力会大大降低，尤其是35岁以上的妇人人，若趁少年的时阵，把卵子冷冻起来，就当提悬因为较晚结婚降低的生育率。在宜兰干那罗东博爱病院有提供冷冻卵子相关的门诊，不过因为无合格的生殖中心，若要手术就要去台北。希望可以就是2万5来让他们做一个营养费的补给就好了。那其他额外的费用当然是个人可以去承担。宜兰县的人口数为上悬46万人，高达已经降到44万人，而且已经连续2年无到45万人。地方建议县府应该比照外县市，提供25岁至45岁女性接受冷冻卵子的疗程的时阵，补助营养金2万5，还有交通费3000块，一世人一届。因为冻卵本身它必须就是针对妇女做一些比较复杂性的一些，包括一些妇产科相关的一些检查，或者是说要取卵。其实这个对于妇女来讲，它都是一个医疗的行为。其实对妇女本身来讲的话，也是一种侵入性的伤害。不过，县府认为讲，冷冻卵子的技术在台湾也无真成熟，成功率无悬，人工生殖法嘛无相关的规范。卫生局会持续关注这类的议题，未来若有需要，才会建议敢是要提供补助，要是建议妇人人尽量在适合的年岁结婚甲生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